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8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2篇撒母耳记上卷第5章第1节到12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美好的产业。在许多财产的争夺的当中，通常那拿的最多最会喊别人拿很多，或是说其他人不应该得。亲政的人呢，总是大喊，好像自己是义人，是受害者一样。教会被侵占的老街土地，占用者就经常在街上大声嚷嚷，好像是教会欠他们的。教会负责的长老非常辛苦的去收集资料，在上帝所交代的工作上面呢，尽一个忠心仆人管理的职责。虽然经常被侵占者辱骂，但却仍然坚持忠心。今天的2处经文就提到了对于侵占者的描绘，也劝勉忠心受委屈的主仆。撒母耳记上卷第5章第1节到12节记载了非利士人侵占了约柜，以为会蒙福，但是却遭拒了祸害。圣经的经文这样记载：非利士人掳获上帝的约柜以后，从以便以谢把它抬到亚实突城，抬进他们的大衮神庙里，放在大衮神像的旁边。第二天清早，亚实突看见大衮神像面朝地倒在上桌的约柜前面，他们把它抬起来放回原处。隔日清晨，他们起来的时候，又看见那神像倒在约柜前面。这一次，他的头和双臂都折断了，跌在门口，只剩下身子。因此直到今天，大衮神的祭司和所有在亚实突的信众都跨过大衮神庙的门槛，不敢踏上去。上主重重的惩罚亚实突和四周地区的人民，使他们陷于恐怖中，都长了毒疮。他们看见这情形，就说：以色列的上帝在大大的惩罚我们和我们的大衮神，我们不能再把约柜留在这里。因此他们派人去请非利士的5个首领来，问他们：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以色列人的约柜，上帝的约柜呢？他们回答：把它带到加特去。于是民众就把约柜运到那里。但是约柜到了那里，上主的惩罚也惩罚了那城，引起很大的恐慌。上帝使全城所有的人都长毒疮，老的少的都一样。于是他们就把约柜送到非利士另外一个城，叫做以革伦去。约柜到达的时候，那里的人都叫了起来。他们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来，要把我们全部都害死吗？因此他们再去请所有非利士的首领来，对他们说：把以色列的约柜送回他原来的地方吧，这样他就不会害死我们和我们的人民。全城慌乱，因为上帝重重的惩罚他们。即便是那些没有死去的人，他们也满身长了毒疮。大家向他们的神明呼喊求救。在新约希伯来书，他也提到了基督徒受迫害、忍受大争斗的一个苦难，
并且他劝勉基督徒不要失去，因为这样来失去勇气，因为将来会有更大的报偿。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到39节劝勉基督徒这样说道：要记得以往的日子，上帝光照你们以后，你们还受许多的痛苦，但是没有在征战中失败。有时候你们当众受人侮辱和虐待，有时候你们跟遭受这些苦难的人站在一边，你们跟囚犯一同受苦。当你们所有的财物都被夺走的时候，你们甘心忍受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还保有那更美好而长存的产业。所以你们不要丧失了勇气，这勇气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报偿。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和领受他的应许，你们必须忍耐，因为圣经上说，再过一会儿，那将要来的会来，不延迟。我的义人将因信而得生命，但是若有人退却，我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并不是退却而沉沦的人，我们是有信心而且得救的人。因为呢，义人将因信而得生命，并且得更美好更长久的产业以及上帝的赐福。诗篇82篇，上帝主持天庭的聚会，在诸神的会议当中行审判。他说，你们必须停止不公平的审判，你们不可再偏袒邪恶的人，要维护穷苦人和孤儿的权利，要以公道待贫寒无告的人，要救援穷苦贫寒的人，使他们免受恶徒的欺凌。你们竟那么的无知，那么的愚昧，你们生活在黑暗中，正义从世上消逝了。我说过，你们是神，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然而你们都要跟世人一样死去，你们要像王子一样的倒闭。上帝啊，求你起来审判这世界，因为万国都属于你。求主帮助我们在受交代的事情上面忠心服侍，即便被污蔑、被攻击、受到损失，也不因此失去信心。帮助我们更坚定地相信、持守并等候主，追求那更美好、更长久的财富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